为感谢各界观看，协助修理庙的厝尾顶，互地王爷毋免阁压着雨。盐田北寮镇安宫九日举办感恩餐会，邀请乡亲、善士以及交杯景，做伙见证这项欢喜的代志。镇安宫主委王正吉除了感谢各界热心观看，更感谢中守主委蔡立青的大力帮忙。阮盐埕镇安宫啦吼，这个庙顶啦吼，来这个装修来完成啦。啊，今仔日阮也是足欢喜哦，啊，大家吼足辛苦，啊，大家足热心的，就靠我同会当完成这个庙顶这个厝顶啦。啊，完成了，今仔日就办一个讲晚宴啦，是啦。我咱地府先生观音佛祖知影讲啊，庙顶已经大力完成啊，啊，都有这个蔡立青吼，都要担任主委委员，啊，这届也真欢喜，伊也都要当选着这个市议员，吼，安尼大家拢喜啦，蔡立青也欢喜啦，地府先生也欢喜啦。蔡立青当时伫接任中守任务时，迄当阵也未当选议员。伫中守的过程中，大家团结做伙，一心为市民做代志。如今伊也顺利当选，也会感觉到地王爷声威显赫。中修会当顺利完成，是咱地府千岁声威显赫。那我们也算神选诗人啊吼，地府千岁叫咱来甲帮忙，啊地府千岁嘛甲咱帮忙。而且啊，去年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迄当阵搁咧参加民进党党内初选，啊伫咱地府千岁保庇之下，也第1名通过初选，而且顺利来当选安南区的市议员。啊，咱也团结做伙呢，来甲咱地府千岁庙宇的装修甲完成。那本来因找我的时阵，因是讲咱砖头细砖，无人要来协助。但是内景徛出来了后，我发现咱的砖头是足团结的，只是爱一个人先徛伫头前。咱徛出来了后，咱的砖头大团结，大家踊跃捐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顺序也足短期间就甲咱的庙宇装修完成啊。市长委特也特别出席中守工程揭牌典礼，也颁证感谢状，予中守有功的人员。遮济好朋友拄则咧甲变的时阵，我就看到大家出钱出力。来为了咱镇安宫来重修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呢，大家呢非常用心，咱的盐田遮会使讲是大家足好的所以若讲咱镇安宫要整修大家拢小济出钱出力，迄是足无简单的。这场感恩餐会会当讲是难得一见中西合并的方式，除了有准备平安卤面，互大家食平安。也安排欧式自助餐，予乡亲品尝。庙方嘛安排卡拉 OK 联欢，以及剑舞表演等等，非常热烈趣味。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